本節目錄音及製作由 Strong Production 呈現。今日呢，同大家講呢本書叫做《有錢人的書櫃總有一本心理學書》。每個人呢，相信都好想成為有錢人，過到一個財富自由嘅生活。呢本書話俾大家知道，想要成為有錢人，你就需要掌握人嘅心理，你先能夠操控到錢同埋人。透過了解有錢人嘅思考同埋行為模式，咁你就唔會從眾，亦都唔會成為金錢嘅奴隸。透過心理學掌控自己嘅思考同行為，向住有錢人之路邁進。呢本書嘅作者係個韓國嘅資深企管嘅專家，好想了解有錢人嘅思考同行為模式。佢研究超過50多位富豪，分析呢，佢哋係基於啲乜嘢去做判斷同行為，唔會俾人同金錢影響佢嘅行為。佢認為咧，真正嘅有錢人其實都係心理學家。與其話佢哋係心理專家，不如話佢哋嘅行為同思考就係唔同於一般人。例如畫家畢加索，佢善於社交，建立各種人物，令到佢嘅畫作咧喺生前可以名利雙收。Elon Musk喺公司失敗，面臨倒閉嘅危機嘅時候咧，佢仍然選擇將剩低嘅錢再次去投入翻去公司裏面。巴菲特喺收購企業嘅時候，佢會僱用一啲反對者去減少投資錯誤。呢啲故事都話俾我哋知道，有錢人嘅思考同我哋嘅唔一樣。了解有錢人嘅信念、價值觀、思考方式，係有助於我哋做出更好嘅抉擇同埋行動。第一，你要擺脫從眾心理。譬如你面對緊一個暴漲嘅股票，或者一個股市崩盤，大多數人呢都會順應股市嘅趨勢去進行投資。喺牛市嘅時候呢，不斷投入資金買入股票；熊市嘅時候放咗啲股票。但係呢，富人、有錢人就係行自己嘅路，佢哋喺熊市嘅時候就係買股票，喺牛市嘅時候就將熱門嘅股票脫手。亦即係話呢，富人大多數都係同人逆向操作，佢唔順應時事同埋潮流。富人呢，就係敢於承擔風險，打破規則，而且唔會受到流行趨勢同埋其他人嘅評價所左右判斷力。譬如喺2025年嘅4月初啦，美國總統特朗普進行咗呢個關稅政策，造成全球性股災。喺呢個股票大跌嘅時間點，你夠膽你係大膽投入啊？如果你真係咁做，咁可能你而家就已經有極高嘅收益。當然啦，呢個後見之明，邊個都唔知道未來會發生咩事。但係投資就好似人生一樣，你唔冒險就係最大嘅風險。高風險伴隨住高收益，你而家嘅決策就係會影響住未來。你要擁有自己一套嘅判斷基準，你唔好跟住嗰啲媒體啊、報章啊、名嘴嘅睇法，你跟佢哋講嘅趨勢去買股票。通常新聞媒體嘅資訊呢都係過時嘅，名嘴講嘅資訊呢都唔一定正確。唔好人云亦云，唔好隨便相信其他人嘅講法，擺脫從眾心理，先能夠做出不一樣嘅選擇。有錢人之所以有錢，係因為呢，佢哋係好似孤獨嘅獅子咁樣去獨來獨往；而窮人之所以貧窮，就因為佢哋好似一班成群結隊嘅綿羊。第二，唔好一直喺個享樂跑步機奔跑。多數人呢都係會遵從住享樂本能去行動。作者呢就將佢叫做享樂跑步機。享樂跑步機呢就海水咁嘅，你越飲就越口渴。如果你追求享樂嘅本能，而唔願意為咗未來付出一啲犧牲，你只會享受到短暫嘅快樂。多數人都係追求一時嘅快樂，而係少數人呢係會透過創造價值，為社會做出貢獻，從中獲得滿足感、成就感。呢個帶嚟嘅快樂呢係更加長久。我哋都係想賺更多嘅錢。一嚟呢就有錢去購買名牌，去買一啲唔同嘅飾物啊，食嗰啲美食啊。有錢人呢係唔會追求物質嘅享受。佢哋係控制到自己享樂嘅慾望。你可以查下全球富豪榜嗰啲人啦，其實有邊一個係有過肥嘅情況嘅呢？而且大多數有錢人都係擁有運動嘅習慣。你諗下，
你會選擇去一個 Starbucks 嗰度買一杯咖啡啊，定係自己煮咖啡嚟飲呢？大多數嘅有錢人喺消費上面咧都係有所節制，而唔係總係開住跑車、搭遊艇、擁有專機接送。股神巴菲特去到今時今日仲係住喺1958年以31,500蚊美金買嘅屋，而唔係住喺豪華嘅住宅度。與其去俾個享樂本能掌控自己，追求一時嘅快樂，不如對自身有所節制，為社會做出貢獻。呢個先係有錢人嘅思維。第三，唔刻意炫耀去炫耀。我哋咧係好習慣同人比較，因此咧先會炫耀自己光鮮亮麗嘅一面，好驚自己咧得唔到人哋認同。因此咧，當你見到social media 上面嘅朋友，佢哋食咗啲咩高檔嘢，去咗邊間酒店嗰度住，又去咗邊度出國玩樂，購買好昂貴嘅品牌，就係為咗博取眾人嘅關注，令到自己睇落去更有價值。真正嘅有錢人呢，都係追求低調奢華，佢唔會用一啲好誇張嘅消費吸引人嘅眼球，最多呢，就係採用啲唔顯眼、唔刻意炫耀嘅消費行動。佢哋追求嘅安靜財富，唔會因為有錢而大聲宣揚，令到自己睇落去咧更加耀眼。真正嘅有錢人係非常低調，由外表或者擁有嘅事情上去係睇唔出嘅。有錢人係透過不刻意炫耀去炫耀。第四，人脈即係財富。畢加索係少數咧，佢仲在生嘅時候就名利雙收嘅藝術家，而梵高就係喺佢死咗之後，佢嘅作品先至俾人認識而出名。點解畢加索能夠喺生前就闖出知名度呢？答案就係人脈。畢加索喺生前咧善於交際，佢嘅爸爸就係一個知名畫家，仲有佢嘅家族咧喺學術界、藝術界都有廣大嘅人脈關係。咁所以咧，畢加索係能夠透過人脈去將佢嘅作品宣傳出去。相比之下，梵高生前貧困而且孤僻，所以咧佢好難得到大眾嘅注意同埋認可。以上睇到啦，即係與其追求錢，不如追求人脈啊！擁有財富嘅人都係擁有人脈，而擁有人脈嘅人呢，都擁有財富。有咗人脈，相對於取得資源嘅管道就變多。唔止係咁啊，人脈能夠帶嚟高品質嘅資訊，仲可以接觸到各種才能嘅人，獲得好嘅諗法，提高創造能力。咁喺人生當中呢，建立良好嘅人際關係係非常重要。唔好獨自一個人去奮鬥打拼。人係群居動物，成功需要人社會嘅幫助。人同人之間嘅交流互助就係通往財富嘅道路。第五，將時間用嚟投資，而唔係消費時間。大多數人呢都係用時間換取金錢去享受休閒嘅時光，而有錢人係唔會用時間去交換金錢。佢哋睇重時間，會將個時間用喺投資上面。就好似富蘭克林講啦，時間就是金錢。咁你都知道啦，每個人一日呢係得24個鐘噶嘛。咁無論貧富，世界上最公平嘅就係時間。你嘅未來取決於你點樣使用相同嘅時間。有錢人在於時間嘅成本，佢哋認為咧，你喺度遊手好閒咧就係浪費時間。因此咧，有錢人唔會浪費時間去排隊，碌手機上面。佢哋會認為咧，等待嘅時間好浪費，係冇呢個投資價值。因此咧，佢哋都會控制使用 social media 嘅時間，花時間喺有價值回報嘅事情上面，譬如閱讀啦。有錢人通常會閱讀咩類型嘅書呢？答案就係咧，唔同領域佢都會涉獵嘅。譬如Bill Gates咁啦，佢每年咧都會公開佢分享佢嘅書單。咁內容咧就會由社會議題、領導、科技、歷史、疾病唔同嘅領域都有嘅。咁明明喂，你讀翻啲專業領域嘅書咪得咯？點解要廣泛閱讀呢？而家咧已經唔係專才就能夠勝出嘅時代。你唔只要有專業，你仲要有跨域學習。喺一啲睇落去毫無關係嘅領域，都能夠從中獲得新嘅靈感同埋創意，令到你擁有更廣大嘅視野、多元嘅視覺，能夠進入更深入嘅思考。有錢人除咗在意時間嘅成本同埋投資咗喺邊度之外咧，佢仲會建立高效嘅工作系統，令到自己咧唔使花太多時間喺啲重複性質高嘅工作上面。
例如佢哋會建立所謂嘅被動收入，令到自己咧唔受時間限制，24小時都能夠賺取收入，花費最少嘅時間帶嚟最大嘅收益。咁建構工作系統咧係非常唔容易嘅。咁前期咧需要花費時間心力去建構系統，但係後繼透過系統賺取嘅收入咧就係源源不絕。咁你可以好好思考下，自己將時間花喺啲咩事情上面，導致邊啲事情長期冇進展呢？只有艱困咁樣去度過人生嘅某個時期，先能夠享受一輩子嘅從容。第六，以後最具破壞力，現在最具生產力。多數人都會話咧冇時間啦，以後再講啦，以後再做啦等等。但係以後究竟係幾時啊？以後咧就係表示你而家唔想做，未來都唔想做嘅抗拒心理。咁喺抵達截止期限之前，你絕對唔會有一個積極嘅意願去做。以後只會將你嘅決心延到明天或者明年，甚至乎咧永遠都唔會做。例如，如果你想錄一個 podcast， 你覺得自己講嘢唔叻，等你講嘢叻咗先再做啦。咁以後就會比現在感覺更容易去執行。實際上咧，呢個係藉口，你根本唔會執行。而嗰啲成功嘅企業家咧，都會將啲諗法喺現在付諸實行。佢哋有啲好驚人嘅執行力，會將個諗法馬上付諸執行。如果你想畫出一幅漂亮嘅畫，而家就開始每日畫一幅畫，直至到你畫到一個滿意嘅作品。如果你想有一口流利嘅英語口說能力，而家開始每日開口講英文，先能夠擁有流暢嘅英語口說能力。咁有一句俗語話咧，你淨係講唔練假把戲，你淨係練唔講真把戲，又講又練好把戲。知行合一好重要嘅，就好似夢想，你淨係講你唔會實現到，因為夢想唔係名詞而係動詞。唔好再將以後放喺嘴邊，以後係最有破壞力，而現在咧就係最有生產力。如果你睇完呢本書咧，你就明白點樣運用心理學操控人同金錢。錯啦，你係唔會學到呢啲嘢。呢本書咧好容易明白嘅啫，佢講咗好多故事，好多研究案例，好適合啱啱接觸心理學冇耐嘅人去閱讀。書裏面咧唔會有太多心理學專有名詞嘅。呢本書咧係唔止幫到你去更加了解他人，同時更加了解自己平時嘅思維同行為同有錢人有咩唔同呢？呢本書好容易入口嘅，幫到我哋咧去了解點樣去改變自己嘅思維同行為，先能夠擺脫窮人思維，轉向有錢人嘅思維。東哥說故事，每日15分鐘為你講解一本好書。我哋係用耳朵學習法，邊走邊聽，先用零碎嘅時間，坐緊車、瞓緊覺、做緊運動都啱聽。點解要訂閱我哋呢個 channel 呢？因為知識係唔使等退休先學嘅，每日進步1%，一年之後你會多謝今日嘅自己。我哋呢個 channel 嘅內容呢，涵蓋身心靈健康、理財投資、心理學、行銷策略、商業智慧、個人成長。如果你都係一個對於現狀不滿，好想每日都進步嘅話，歡迎訂閱加入我哋呢個 channel，我哋一齊升級。